歡迎大家出席由資本雜誌舉辦服務及創新產品大獎2026頒獎典禮。呢一個頒獎典禮嘅意義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如何可以有創新好嘅產品同埋好嘅服務呢？正正係而家我哋需要大力去追求嘅。隨住 AI 嘅發展，喺網上面嘅銷售等等嘅話呢，其實係挑戰重重嘅。如何可以喺一個新嘅環境之下，可以繼續脫穎而出？當然要有創新、有創意，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所以貴報刊每一年舉辦呢一個活動，去對一啲唔同喺業界上面嘅朋友咧作出嘉獎同埋鼓勵咧，係非常之認同同埋支持。咁啊，再次恭喜今日所有得獎嘅朋友，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為香港嘅經濟同埋國家嘅經濟繼續貢獻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同埋商業樞紐啦，服務業一直係經濟發展嘅核心動力。充滿挑戰嘅環境之下咧，本港企業咧仍然能夠秉持創新嘅精神咧，不斷提升服務質素，展現出香港人特有嘅韌性同埋創造力。無論係推出突破性嘅新產品，抑或提供獨一無二嘅服務體驗，獲獎機構都係以實際嘅行動證明咧，卓越服務同埋持續嘅創新係推動社會進步同埋經濟繁榮嘅關鍵因素。服務及創新產品大獎不僅係對獲獎者嘅肯定，亦更加係對整個行業嘅支持。我哋係期望透過呢個獎項咧，係鼓勵更多企業追求卓越，推動服務標準不斷提升，為香港建立更好嘅品牌形象，為長遠嘅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嘅基礎。喺度再次祝賀所有嘅得獎者，讓我哋係攜手並進，繼續以創新思維、優質服務為香港、為大灣區、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。多謝各位。